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的直播是来记到跑歌声，直播节开始，刚林老师带来一首《思念故乡心爱的人》，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，谢谢。来，拍谱啊，感谢。闪闪时，看人的团甘蜜甜，因我水里甜。苦命的流浪儿，何时倒转去？好我思念着。思念故乡心爱的人。来，今天的直播是咱义大破歌，项目一天又讲林个芳林伫遮陪伴咱观众朋友有一点真久的时间咯吼。啊，咱讲林咧唱歌的时阵，细细哈，线顶有咱蓝小姐伫咧甲咱拍谱啊，高雄许大哥、布袋咱邱大哥，谢谢咱的林聪月大哥，感谢咱的1840新朋友，红山郑大姐。台北童大姐、烈义大哥、大新城，感谢林明山大哥哦，伫咱台北市的中山区北港吴大姐，嚯，这平湖来的哦吼，平湖的薛大哥，高雄三民区的月儿阿姨，跟咱徐爸爸、徐妈妈，感谢燕巢这边有咱金寿大哥、王春德大哥，住伫鸟松区高雄市吼。
酷酷节美华姐啊，大满怀吼，谢谢咱神树大大家哥，好，感谢恁大哈，家平安大家快乐咱的洪元董先生吼，拢总来上线吼，也有咱江大姐，谢谢你们的掌声哦，感谢。来，安尼呢，即马呢要来继续要来邀请到咱嗨，美丽大方的主持人，咱谢谢芳玲小讲姐。好话啦，出好子孙啦。伊的外号叫做谢谢光临，或者谢芳玲。即马个谢谢光临。来个献唱。观众朋友，你若若吼无甲我支持啊，无咧甲我拍破，无咧甲我收看吼，啊，佮无当时啊三姑时甲我加油者吼，我就变做，毋是，非常无即马钦怀是欢迎光临。对啊，即马后摆啦吼，无即段的时阵就变谢谢光临。来，继续要来甲这个欣赏的歌曲是这个花蕊乱春风，一块非常轻快、节奏非常明朗的歌曲，大家做伙欣赏。谢谢。来，感谢咱的林梅香姐姐，带动起于小姐你的掌声，谢谢哦。春情春挂里。
也无涨呢。观众朋友啊，这现场的呢，迄毋是讲我咧讲吼，你看阮的节目吼，无共款的所在，拢总每一音。你即摆是讲落袂落就对啦。手工的一粒针一针的啦，粒啊呢。对啦。落袂落的先不要搁你累不要pitch呀。你不要甲害者遐啦。累 pitch 有啊，我咧练过落去啊。好啦那默契嗦是叫到哆咪嗦哆咪咪咪咪哒，吼咪咪咪咪春花春花。啊，真正雄哦！啊，我毋安尼真滚准滚，所以讲你落袂落。哎，对，我咧讲吼，迄有当时啊，老师咧做的时阵啊，你知影讲这学生啊较含慢，害者敢袂使，敢一定都爱练过。你稍微换掉啊。啊，唔好，伊咱讲真经的，即马以前安尼吼，找头路无容易啊，佫真济吼，工课拢无法度做。你唔好即马即个时间我换掉，安尼我一家口大细拢总靠我呢。一家口啊，我咧讲几啊百个家口啊咧，你看较早做人啊是，即歌手啊，即摆主持，腹肚下起来真济呢。对。啊，迄我咧讲迄牛人啊，真济呢，功夫足好真济呢。哦，所以讲吼，你该勤较认真一点啊。互相啦。好来，哦，你意思讲你若换掉，我换掉伊就对啊。你拢袂甲我求情一下。我绝对会啦。哦，你甲我求情一下。唔係啦，啊，但迄个用啊久啊。係啊。哦，我话细光年的先，佫吼，係啊，佫继续啦，无明星会久好啦。哦，该明星会久来啊。好来，观众朋友啊，即马呢要来。甲咱观众朋友来互动哦，吼啊，咱老朋友拢会知影讲，这段时间啊，咱有安排一寡好听的歌曲，吼，今天安排有7首歌曲，来，要来互咱观众朋友来点歌，头一首。这首歌其实咱观众朋友呢，头一摆点唱的就这个做碰果对分，后讲做碰果对情。好来，第2首母女中的母女。第3首是我是行船人。第4首我的歌心肝乱糟糟。第5首是我的歌江边相思曲。第6首两个的歌旧情也咪咪。第7首是咱观众朋友所点唱爱听的歌曲。思乡情歌以上，嗨，以上呢，就来卡咱头前的专线电话哦，8326-317。8326-317。好来，电话即马开始甲恁拍开，吼，观众朋友。只要有咧看阮的节目，无讲或者啊新朋友、旧朋友，也是讲阮的会员，才会使卡哈。无，只要有咧看阮的节目就可以啊。看咱的节目就是缘分，非常欢迎大家做伙娱乐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哎呦，赶快甲我说声的呢。三级嫂。我们思乡情歌第7条。哦，来，这个是3级嫂哦吼，啊，嫂你好哈，好，喂你好，瑞香大哥好。你好，哎，是我这边。要听倒一首？我要听思乡情歌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春德大哥好。江林芳林小姐，您好。好，今仔要听倒一首？我点第一首吼。碰果对分。好，我来写开哈，来，这是咱春德大哥。蔡妈妈好，两位好。蔡妈妈要听倒一首？听第3首。好，写开。我是行船人。好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来，不苦你的迄个条坤大哥好。你好。条坤大哥，你今仔要听倒一首？我要听歌。好，第几首？来，大哥，听电话筒，互你的声，要听第几首？听电话内面的声音才袂，才袂伤慢。好，第5首吼，好，谢谢咱的条坤大哥。江边相思曲，
喂，海风凄厉。啊，张大哥住新中庄啦吼。好，你好，对。对，来好听倒一首。第三首，我是江村人。我是家村人。谢盛阳大哥好。芳莲小姐你好。好。我点第7首的。好。思乡情歌。做安排哈。好，谢谢哦。新朋友你好，来，迄电话到底是安怎呢？来。是的，你要点什么歌？嘉玲大哥好。你好，嘿。你要点倒一首63年厝的啦。我第6个古井呀咪咪。你住倒位啊？啊？苗栗县。苗栗哦，啊，我要怎称呼你？我姓李，木子李。哦，李小姐。李小姐。做安排啊，你好。好。好，健康。等下如果若较侪人。较侪人点的时阵，我们就会唱了哈。嘿，我们做排行哈。来，少主姐你好。我点第3首。第3首，我是家村人。做安排。我林大哥住台南。林大哥，你要听倒一首？第7首，思乡情歌。思乡情歌。来，谢谢啊。好。移民大哥住万华。嘉玲你好。嘿。我甲你讲，我要点第7首。好，写开啊嘿。思乡情歌。好，感谢平安。秋南大哥住埔里。来。秋南大哥。你要听倒一首？我要来听这林哥那是。哦，林哥那是你苹果，苹果我听有啦吼。哦，王秋南大哥，谢谢。来，苗栗的庄先生。方连。苗栗庄先生，我听倒一首。我今日要听，我是家村人。啊。我是家村人。曾神是好，下开哈。好。磨刀老太太。嘿。刘太太要听倒一首？第1首，同构对分。哦，写开哦嘿。好，来剑山大哥住左营。剑山大哥要听倒一首？嘿，大哥，你今仔有听无？喂嘿，第几首？喂，第几首？喂？怎么没有声音？来，剑山大哥，就歹势，你搁卡一摆哦。哎，电话拢总。来哦，郭先生你好。3号，我是家村人。好，谢谢。OK， 谢谢你。来，王传来大哥你好，大磨刀。喂。第3首，我是家村人。好，谢谢夏凯哈。来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康康，第2首，谢谢，拜拜。母女中的母女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来，何月里大姐，你好。你好，大武峰，我是家村人。我是家村人，第3首。你这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。来，左营剑山大哥，要听倒一首？第7首哦。思乡情歌。好 ，OK， 我写开啊哈。好。思乡情歌。好，来，春雄大哥住台北。2个好。好。你好。第6首。好。古井呀咪咪。春雄大哥做安排，谢谢。董先生住丰原。大家好。要听倒一首？第7首思乡情歌。感谢党的收听哈。来，配我的薛大哥你好。好，薛大哥要听倒一首？嘿，要听倒一首？第3首哦。我是家村人。你是配偶人啦，好啦，薛大哥，好，感谢。配偶甲中华拢是台湾人。武雄大哥你好，住淡水。
我要听苏永情歌。思乡情歌第7首。好，我写开哈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住伫归仁这边的黄金财大哥你好。金财大哥你好。你要听倒一首？旧情也咪咪。好，来，这是金财大哥。是故情也咪咪。住伫家人市的青田大哥你好。第3首哟。我是行船来，你的电话又搁开始呀哦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左营黄大姐你好。嘿。我是第3首。船人哦。好，所以我首下开哈。好，谢谢咱的黄大姐哦哈。好。喂，你好。我听第1首《动过最前》，我到台南东山。哦，严大哥。谢谢。对。好，龙顺大哥，太平的龙顺大哥你好。冇第7首。好。第7首《思乡情歌》。好，感谢收听。来，瑞儿姐姐住安南。安南的瑞儿姐，你要听倒一首？我要听苏永情歌。哦好。第7首。安尼吼，鸟仔到啊吼。我咧讲迄个什么？嘿。好，无你甲小姐讲好无？好，你等下哈。来，小姐，线卡甲接落去，第7线哈。树南的陈妈妈。喂，我你。嘿。你我卡足够，我卡我无去啊。袂啦，卡开刀。播一条哟，姐姐，你甲播条，我是假厝人。来，第3首，小等唱互你听。好，感谢陈妈妈，我下开啊哈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来。哎，你好，江太太，桃园的第3首哟。我是行船人。好，我写开啊哈。好，来，这是陈太太以上哦，吼，我过来接一个就好啊哈。来，这玉和姐足久无上线，来杨玉和大关庙哦，玉和姐。嘿，今日要听倒一首？好，我写开哈。红过对分。好，谢谢玉和姐。红过对情。嘿。来，接通了后时阵，我是行船人，头一首啊吼，来。我搁接落袂住啦吼，谢谢咱观众朋友。哎，这首我是行船人，蔡妈妈、张大哥、黄大姐、寿珠姐啊、青田大哥、庄先生、郭先生、传来大哥、月梨姐姐、薛大哥、陈妈妈、陈太太、收点，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。也是情袂来，今夜白日对在月啦在飞，吹落来，吹落吹落，可怜的花蕊，吹落可爱的你的镜头。
来，谢谢咱的文忠大哥来哦，郭先生、酷酷姐啊、美华姐啊，哈，盛阳大哥、烈义大哥，跟咱的蔡妈妈，感谢神树大哥来哦，郭先生、菊丽姐姐、春德大哥、金寿大哥、月梨姐姐，哇，咱的徐爸爸、徐妈妈。私のマトロスです。安尼什么意思？我是家孙的。你很卖啊呢！来，欢迎3068新朋友，谢谢那个卢伟彩大哥来给你下底家啊哈！来，谢谢我们的4506，感谢咱的林聪月大哥，感谢您老师来做准备，咱要给安排第2首歌曲啊来，帮您进一段广告，迄思乡情歌，等你来做安排，谢谢。这段时间，如果你伫厝内底较疏于照顾，较无咧运动，咱人若无动吼，愈无振动，伊啦密密杂杂，也是讲咱这样呢，哦，这公路拢会翻暗呢。这个时阵来食这上介好，互咱观众朋友，互你密密杂杂，甲你做听杂，互你会强软的哦。龟鹿鸵鸟精。这毋是鸵鸟精尔，咱内底佫加龟鹿的萃取物。咱毋是干那龟鹿萃取物尔，内底佫加一个鸵鸟精，用着全世界上介大只的鸟啊，叫做鸵鸟哈。伊对抗疾病的抵抗力是上介好的，而且吼，迄两只脚足够走，伊袂飞，但是足够走的吼，时速就是讲1点钟久，伊听我走咧超90公里左右，甲咱咧开车变啊紧哦。所以讲咧，这若甲萃取了后，变浓缩精，精才搁甲做粉，甲入开，吼，甲咱的龟鹿，吼，两项甲入开做胶囊，互咱观众朋友方便使用。你毋免泡，毋免转，毋免浸，摕起来2粒啊，就安尼甲吞落配滚水就可以啊。阮这一盒内底就有60粒装啊，啊，阮这吼每一盒盒仔挂甲阮开开，无共款对无？因为这内底有3张的。咱的专利萃取的证书，3国3张哦，而且阮这拢总搁做甲8倍浓缩，互咱观众朋友食着别人来食咧8粒，咱就食1粒就有够啊哦。一盒内底60粒装，拄1个月份，一工食几粒都有够。阮这爱食2粒，2粒上拄啊好，吼，1个月拄1盒安尼。这一盒偌济？2980块，足俗的啊。因为如果若要像讲咱这个浓缩有8倍来讲，观众朋友计数拢总安怎？拢总上无嘛爱超你2000几块，公司2980块，合理的价格无担心。即马甲咱观众朋友做交配，你看我的节目嘛一段时间啊，你即马甲咱注文买一盒，公司会再加送2盒。所以讲，互恁摕到的时阵吼，观众朋友啊，摕到的时阵呢，就是互恁安尼一改就是3个月份，3个月份咯。互你食一个了定哈。如果你若是2下啊无要同齐来做使用，这段时间都阮某人较无出去呢，我拢感觉讲安尼袂轻松呢。来，你买大组的哈，大组就是6盒，5960块，公司会再加送1盒哈。0800-810-815181电话甲敲通，我下早已经接头5个人客啊哈，拢总先啦，旧人客。搁倒来甲咱，搁倒来甲咱再次订购的，这有的人第4摆、第3摆咧订购啊哈，食好到小补，要互你上届有感觉的龟鹿鸵鸟精哈，0800-810-815181，另外你会知影讲，我说咱密密杂杂爱顾对无？公路嘛是爱甲顾咧，若讲公路大细条讲啊。上界完全、上界完美的配方，就是放恁即马手提即组叫做西装的大红花，极品4合1。啥4合1？因为内底成分有4种，毋是一种尔，毋是干那大红花、红景天尔呢。阮有红景天，有 Q10， 有纳豆，包括哦，咱的红菊。就是4种合作伙，你毋免分开买哈。而且这4种内底成分，每一种拢总甲藏到有够。这个食的时阵，观众朋友会安安，会饱饱，会头前疼来到后边的这好啊，甚至这段时间上重要，观众朋友啊，氧气。
迄红景天吼，专门咧，互咱公路内底氧气啊啦，会通塞会到咱即个那塞袂到的时阵，就氧气不足啊，人就安戆，会无开呢，这足好诶，吼。而且观众朋友要食的时阵，就是食咱啥，食咱的大红花啦吼，西装正西装的大红花哦，一盒2000，买一组就是2盒，2盒就是2800块。你即马若甲咱注文大组的，真侪时代，即马甲咱注文大组的吼，这项真正足好诶，观众朋友，你这段时间拢行过安怎？这段时间就是你的公路内底氧气爱有够，你的血氧量一定爱有够。啊，这红景天就是专门咧对付咱这血氧量不足的人啊，有当时啊喘袂开啊，来再食一下，才喘会开，才安怎输空气，空气才会好，安尼输开才会大包哦吼，真好哈，一组。2盒，2个月份2980块，2800块。你甲我买4盒四盒，对不对？5600块，犹太5000块，无单件公司会再加送1盒。所以讲，你若甲我买红景天，即摆其实是足优惠的啦，吼，互你摕到5个月份，多5000块尔。0800815181的电话叫咱观众朋友来卡，谢谢。继续卡哈，阮小姐伫线卡拢在甲你做服务的咧吼。129。我即马甲恁讲吼，观众朋友好，电话谢谢文良大哥，谢谢129先啊，恁互恁小等一下吼。来，即马只要若有甲咱观众朋友若有甲阮2个加油吼。即年饭若去甲恁兜的时阵，你物件甲拍开，内底拢总有即种护目罩吼。特别赠送你。这特别。无加钱的，甲恁藏伫内底啦，吼，啊，而且呢，即内底有无大件吼，搁咱足重要。真侪时代讲毋知影讲，哎呦，芳玲你那手套要创啥？手套就是讲咱来出外的时阵去到菜市啊，拢会安怎？会蒙东蒙西嘛，吼，啊，你口罩倒来的时阵，倒来像我咧讲，口罩、手套、护目镜，吼。因为你就知影菜市啊人足多啊，有人咧讲话，佫足大声，这空气中难免拢总一寡啦细菌伫咧，你着甲呼咧，安尼呢，保护家己，保护家己，嘛咧保护你的家人咯。观众朋友，你毋好讲，哎，这敢着，足重要的哈。你即马若甲咱注文，花莲蓝色啊，内底吼，拢总甲恁教吼，这有这手套，佮有护目镜哦，吼。来，谢谢你们哈，啊，电话继续敲哦。阮等下要来唱歌，但是呢，阮的服务即马是老师唱吼，啊，所以讲伊咧唱歌，我等下要落去楼骹甲恁斗接电话哦。恁电话佮卡入来，啊，我放恁这内底拢总拄则咧讲的，拢总甲你教伫内底，谢谢。故乡的情歌，真正久无叫你的名，真正久无听你的声。忍不住，我再想你的形影，偏偏咱来爬着顶山。故乡的情歌，这个时阵。再变安怎？虽然有人的相片通来安慰我，也是感觉伊
向风愈寒。离故乡的情歌，思念你，我思念你，真正久无叫你的名，真正久无听你的声。真不知可再想你，想你的形影，偏偏人来爬着点点山。故乡的情歌，一个时阵。在变安怎？虽然有你的双臂来安慰我，也是感觉异乡风愈寒。情歌，一个时阵不知变安怎。虽然有你的双臂来安慰我，也是感觉异乡风愈寒。谢谢咱的37嫂的点播，感谢咱瑞香大哥、盛阳大哥、林大哥、玉斌大哥、剑山大哥、董先生、武雄大哥、荣春大哥、张桂梅姐姐、瑞儿姐所点的思乡情歌。教授，嘿哇，咱即马安尼吼，社会安尼空气中啦、食的啦，无处不在呢。啊，像是啊安对要安怎？哦，即马吼，嗯，你甲看吼，过去青菜嘿，啊，拢喷农药安尼。对啊，国食的。系啊，是，是啊，啊，所以即个要食青菜，你若过去吼嘿，安尼处理无好吼嘿，迄种留一寡即个毒素，啊，咱若食咧，农药拢掺入伫咱的即个体内，吼。一你会引起即个喙的口会臭，吼，引起即个肝、嘿胃、肠啊，火气真大滴的，是吼，啊，来肠、白、尿、空安尼吼，哇，有咱了解老血老甜是啊，要有人做皮肤科看吼嗯，要看到慢慢啊，也无啥改善啦，呀，所以咱吼，即马即个老祖先的智慧啊，是，啊，来做即个绿豆红啊，所以绿豆嘿红，是啊是啊，呀，而且绿豆红要制作吼，爱找迄个3年的绿豆。绿豆， 3年以上绿豆，嘿哦，也来甲久用7目、6目，啊，甲8目，哦，六七这三八目尔，是嘿，啊，6空，哦，按像这个绿豆吼，一来甲炒数12个中药，是，炒到翻芳来吼，啊，绿豆甲6空，嗨，啊，像这绿豆红甲落喺内面，呀，啊，有咧石灰甲封起来，是，啊，电热布甲扎落起来，哦哦，也用安线吼，甲杠杠的，嘿无一罐一罐，嘿来浸淡溪仔水。爱搁浸起啊水哦，所以这绿豆呢，嘿像咱若收成起来了后是，啊，咱就甲破开，嘿，
倒入这个皮仔内面，哦，来晒这个日头哦，袂使用干燥的哦，来吸入这个阳光，哦，自然这个日头晒，哦，即卖生物科技即摆拢进步啊，你甲萃取起来，食这个精华。效果佫加倍好用啊！安尼哦，即马生物科技太厉害咧。虽然是顺果发制，但是佫经过咱生物科技制作了后呢，咱的使用较方便咯。对，要摘出外啦，哦，要提升区嘛较方便啦。所以咱若有肠胃甲皮肤病，看袂好，拜托你甲报人来食这个绿豆红，哦，臭汤烂鲜啦，无明中毒啦，身躯内面的生有诶无诶规大堆诶啦。系啊，老师，唔是敢若面上外口尔，我北内底哦。是啊，系啊，所以万病是独好养成的。是。食这个绿豆红哦，是百毒百解。百毒百解。百毒百解，系啊。所以你若讲肠仔炎啦、便秘啦、落屎啦，毋是失眠困袂去的啦，你家食绿豆红一百一中的，毋是有病较人食哦，当然是甲保养内边的顺哦，甲袂便秘闭结。足好，足好个哇！这呢，真正是咱老师吼足厉害啦！哦，知影讲这个绿豆红来今仔日专工来甲咱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、咱的大兄大嫂来做分享啦。所以讲，爸母如果咱来知影讲有这个物件这么好着，你都有机会就爱家己买倒来使用啊。足好哦，绿豆红爱家吃哦，袂副作用对身体真好哦。好，恭喜，谢谢。观众朋友，你就知影，听阮咱这个黄教授伫咧讲哦，解毒体内底环保足重要。咱体内底若有火有毒，尤其是这段时间外口这个毒素遮尔啊济，这种歹菌遮尔啊济，拢哦火上加毒吼，哇，连伊就安怎发炎啊，足恐怖的吼。你若今日讲像这个吼，去传染着一寡这个病毒，咱本身像这个。肝脏伊是人体唯一的解毒的器官。你肝脏过去的是就是污染，烟酒过多啦，一寡就只色素啦，一寡就只丰富这化学的物件，食真济情况下，致使讲呢，咱台湾人10个，顶有6个以上，肝拢无好。肝若无好，这个排毒伊就产生困难。排毒这条咧排袂出去。就变成讲，咱的抵抗力、咱的免疫能力，伊就会下降。哦，即款来做，这是不争的事实啦。所以讲，做好做这个体内面的环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长期间如果吼，咱这时代都有咧食一寡西药，人讲药都爱改吼，搁有哦，定定讲咧少年人啦，咱若做少年家啊。定定咧生一寡条剂这这嘛是放内底火里底压。油炸的。对。食伤济啦。咱这大哥讲我说我都暗时拢加减爱啉者，也是讲哦交陪应酬真济，定定我咧讲哦。熬夜。嘿，熬夜无但啉酒，搁熬夜，我咧讲吼，绝对会去伤着你的身体哈。对啦。来，咱讲吼，这教授伫咧讲有机会。去买绿豆红倒来食，这足好。但是吼，绿豆红有分哦，你一定要去买迄种纯果法制作的。传统的，爱200几工制作的，安尼开才袂安怎提钱，搁煞着无效果，搁加开吼。嘿，所以讲有当时开钱我开甲真冤枉呢。买错了。比买对，迄真侪时代讲我长期伫咧食西药，食甲皮肤拢总上架呢。我听芳玲伫咧讲，我去吼，都去共人咧甲我讲，我去买，买一寡吼无碰无谱的，食毋知影，嘿，安尼就毋对啊！爱这买，你若有去买，一定要去买传统的纯果法制，按制作过程爱200几工，按才正确。伊若伫咧举起来，先走来走去。对啊。西医讲做啥呢？异位性的皮肤炎。黏去才痒，黏去才痒，黏去改变，黏去到骹侧偏，安尼骹床偏，安尼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黏头壳皮嘛会呢。迄个毒素身体咧走的时阵，伊会伫你身体较弱的所在，就伫遐甲你本身。抵抗能力佫较无好的时阵。伫遐炒咩人加工就对了。对啊。你尤其讲头拄你咧讲的吼，西药化学的大家拢知影。对啊。食到尾啊，油脂拢害去，洗油脂会足济。对。肝拢电去，即款的做这呢，你就是爱食一寡，咱咧食解毒的
天然较天然物件上介好，来甲伊解出来，迄个气味伫咧鼻的时候，哇，安尼，即个味的时阵对无吼，有化学味，嘿啊佫有臭有一瓜酸味，寡时段啦，长期伫咧食西药，拢总会有那个味道。对嘛？这会当改的哦。若讲迄个豆腐有买着正，绝对会当改吼对。好，来讲到遮就好。继续要来安排一首叫做《红果堆情》啦吼，堆婚嘛是吼。春德大哥收店秋南大哥、刘太太、严大哥、玉和姐。咱的素金姐姐，素金姐姐所点的吼，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，会记得拍扑啊哦。来，我好来你讲。这个歌吼，係较特殊，伊绝对一定要现场的。搁再来的时是迄个叫做演艺乐队的时，规组落去走。安尼。我就一支吉他尔。这款的做些鼓的时阵，爱现场鼓，系啊。所以讲呢，就安尼用清唱的。但是呢，一边要弹贝斯，一边要搁唱歌，嘛已经从头壳。已经甲破出2边咯，分析啦吼，我要紧了，你可以，真厉害，真厉害啦！你算一心可以好几用哈。来，感谢咱剑山大哥、神树大哥、园林的尤大哥、尤大嫂、王秋兰大哥、归仁的精彩大哥、布袋邱大哥、王春德大哥、磨刀刘太太、红刷蔡大姐感谢咱北港咱这边吴大姐、廖菊丽姐姐、神树大哥，谢谢盛阳大哥宜兰郑大哥、布袋咱这边。邱大哥、中华咱的吴江水大哥、红刷蔡大姐、董先生、龙顺大哥拢徐爸爸、徐妈妈，还有咱庄秀凤姐姐嘛上线哦，哇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咱金寿大哥啦吼，来老师咱过来做准备的就是咱的第5首的部分。古情
亚咪咪。来，阿芳玲来进一段广告时间，谢谢。早体康，一天甲泡一包啊，互你找到健康哈。我咧讲吼，真方便，你着安尼啉水甲起来，也是咱拉轮啊，安尼甲倒落。我咧讲吼，一包多甜甜的，嘿，因为咱这吼一包内底就是56公克啦，哦，56公克伫咧。即摆倒落去的时，现片的即个味有够香。香啦！你甲当做这早顿的时阵使用吼，系啊，一杯。加比的当中45块，哎呦，咱这较唔免，但是你食到的时阵呢，吼虚弱的身体啦，到安尼人的时阵，消散度吧，即款嘞，是足好的。尤其是吼，乳清蛋，乳清蛋白是咧保护咱的肌肉组织，防止讲咱退化。啊，这味大颗哦，这是味大颗。大颗是生油啊，哦，伊会甲你调整体质。啊，伊是咧生肉的呢。对。佮煞着有真侪时段讲说啊，我吼。芳玲啊，我有糖分呢，我敢会使食。好，就是糖分，食这上好。糖分有一寡营养的物件拢放放掉。嘿哦。哎，来，就是适时来甲补充。安尼一杯。足好。你看，安尼泡开多一杯，这大杯吼，啊来甲啉落去吼，啊我咧讲，敢若伫遮片度安尼，迄个气味有够好，而且啉起来口感。你嘛当配物件呢？当然咯。三明治啊，面包啊。边啊啦，半昼半暗啦，腹肚咧枵，有真侪时段，正当安怎袂食？啦。下昼食甲暗顿的时阵吼，还阁拄掉咧。哎哟，那还阁食，安下昼食还阁积掉咧呢。这个消化啊，你袂使无食哦。这时阵你暗时啊，甲泡一杯啊。啊是暗时啊吼，困到半暝的时阵，哎哟，腹肚感觉枵枵。你甲泡一杯啊，啊这真好吸收。无负担，内底有35种的营养素，一天吼，甲泡一杯就好啊，会当补充咱规工所需要的，安尼甲你补充入去，互你精力旺盛。即马足侪时段吼，食好甲咱斗相补，啊，搁有迄囝儿时势吼，看到芳玲的节目的时阵，哎哟，讲芳玲啊，你甲我寄转吼，我下港吼，阮时代哈，也是讲吼，住伫中部，甲我寄过，可以哈。你甲我交代，我拢甲恁照做哈。补充咱所流失去的营养素，补充咱逐工所需要的营养素，防止咱的肌肉退化。佮所有糖分的人，拢总会使食。是。连素食都会使食哈。一杯泡开这大杯哦吼。适用的对象。营养适合吼虚弱的人就对。对。你手术了前后，病中了后是需要营养做补充，的一寡就这患者，吼。甚至就是讲，嘴无大步的啦，啊，这吞嘛有困难的啦，吼，即款的像这个灌食的，嘛，听有来甲使用就对，非常高级的物件，吼，啊，咱中老班的，吼，啊，咱本身的先来做像这营养的补充，你甲食一杯经过，唔免问，吼，唔免经过偌久，到大概差10分半点钟久了，你会感觉讲这个体力加足巴足的，嘿。身体加足健康的，为腹部，好，咱特别来给咱许可的特殊的营养配方。来哦，一盒就是1300块，即马甲咱主文2盒特别做优惠，才甲你收2500块尔哦。这一盒拢总2斤外重，每一包拢总有56公克，拄则芳玲泡安尼哈。满线。即马甲咱主文2盒优惠，2600优惠2500块，再加送1盒哈。来大哥。0800815181，这段时间较无咧出门，也是讲吼，安尼半昼半暗，唔知讲要食啥物来做补充的。来，大哥大姐，甲买一组，两3点钟久安尼好，食落去，迄人的气力都无共款啦吼。来，0800815181，0800815181。一盒1300买2送1，邮台2500块，0800815181，0800815181。来哦，这父母照拢总有送哈，来这给你加嘞哈，谢谢。
人客拢真巧做，知影讲芳玲咧讲的啊，你相信我，绝对会当互恁身体得到健康。吼，啊，阮小等的，因为我要来唱歌嘛，吼，啊，咱观众朋友小等，阮若录节目的时阵吼，你会记得，迄电话爱甲敲好通啦，吼，聊聊问，迄江林老师我亲切的，啊吼，啊，你就甲我当做你的小妹仔就好啊，哈，我。我甲你嘿，有真侪时段讲，哇！你讲话伤紧啦，我听无讲介清楚，无要紧。我录这部时阵头前这线电话，你甲翕上甲翕开。电话卡通，身体就健康。啊，你就甲我卡入来就好啊哈！啊，我就聊聊甲你讲哦，谢谢。有听别人伫咧讲起，你的生活过着并不如意。虽然咱已经来分开，对你也是会来关心。漂泊的男儿，无情的玫瑰，为何想命运来创你？希望你唔通来失志。人生本来就是一次戏，咱的富贵也无你我的青春少年时，亲像把一年，只有在梦中来相见。想要安慰着你。是落到小雨的暗暝，想旧情也绵绵。谢谢我们的永贵大哥、依兰大哥大嫂、玉和姐、尤大哥，谢谢那菊丽姐姐，感谢那王秋兰大哥，谢谢新朋友425。